第17，天國之道。耶穌喺山邊向群眾嘅講道，佢嘅教訓好長，但係聽眾似乎並不厭倦，因為佢嘅理論既新鮮又有挑戰性，故此能夠吸引住每一個人嘅注意力，甚至在場嘅細佬哥亦都以出奇嘅心情喺嗰度安靜嘅嚟留心聽佢發表講論。佢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同埋例證嚟向人宣講關於天國嘅道理。佢嘅教訓包括人生嘅各方面，喺教訓人要在對待敵人方面要好似天父一樣有愛心以後，佢就繼續嘅講論到人生其他嘅表現。佢話你哋要小心，唔好將善事行喺人嘅面前，故意叫佢哋睇見。若果係咁樣嘅話，就不能夠得你哋天父嘅賞賜啦。咁猶太人以為要周濟窮人，多多祈禱，而且時常禁食，就可以得到公義。呢啲雖然都係好事，但係有時做呢啲事嘅動機唔一定係純正嘅。根據耶穌嘅睇法，佢話存有私心嗰種嘅善行喺上帝嘅眼中睇嚟係冇價值嘅。於是佢向人分析施捨祈禱同埋禁食呢一方面嘅正確嘅教訓。佢話，所以你哋施捨嘅時候，唔好喺你哋嘅面前吹號，好似嗰啲假冒為善嘅人喺會堂裏邊同埋街上所行嘅，故意要得人嘅榮耀咁。耶穌喺呢度描述咗一幅有趣嘅圖畫，相信好多在座嘅嗰啲聽眾聽咗都會發出會心嘅微笑。因為佢所講嘅嗰啲人當日處處都可以睇得到嘅。有啲人想要大家睇見佢嘅好行為，就喺市場上邊舉起佢嘅號筒亂吹一陣，等到大家都睇見佢以後先至拎住一個錢幣丟喺路邊嘅乞衣嗰個碗裏邊。耶穌話呢種人已經得咗佢嘅賞賜啦。咁呢個賞賜係咩呢？就係一陣之間眾人對佢都注意，呢啲就係佢嘅報賞。但係上帝並不欣賞呢一種嘅行為，甚至嗰個乞衣有時都覺得好難為情嘅。耶穌話你施捨嘅時候，唔好叫左手知道右手做乜嘢，要叫你施捨嘅事行喺暗中，你父喺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唔好叫左手知道右手做乜嘢，乃係強調要行喺暗中，呢啲先至係毫無自私動機嘅施捨。呢一種嘅施捨唯一嘅目的就係要幫助需要嘅人，而唔係為咗沽名釣譽。呢啲係一個好明顯嘅對比嚟嘅。假如有人因為要受到報賞而施捨，佢就絕對得唔到嘅。但係如果佢嘅施捨係出於純潔嘅愛心同埋幫助人嘅願望，根本就冇想到要報賞，咁樣佢嘅施捨先至係真正偉大嘅，因為上帝自然會報賞佢呢一種嘅行為。上帝所要俾呢一種人嘅報賞係咩呢？俗世嘅人可能唔在乎呢一種嘅報賞，因為係冇公開嘅表揚稱讚，甚至佢嘅名亦唔會喺報紙嘅頭條新聞上邊公布。但係只有受惠嘅人先至知道。但係有一種助人嘅快樂，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嗰種嘅感覺。幫助人係一種最可貴嘅品格，更可貴嘅就係上帝嘅賞識同埋耶穌嘅認可。耶穌話，人喺弟兄當中一位最細嘅身上所做嘅好事，就等於做喺佢嘅身上。咩事情使到人一生充滿快樂呢？一種好細微嘅關注同埋少少出於愛心嘅施捨嗰種嘅行為，就好似花卉嘅芬香，無聲無息嘅喺生活當中散發出嚟。呢啲一切都會構成人生嘅福惠同埋喜樂嘅大部分。其實施予嘅人比受嘅人更加有福氣，因為有嘅先至可以施捨俾人，自己冇就一定唔會施捨俾人嘅，只能夠接受嘅。所以有得施出，總比一味受人施捨好得多。耶穌亦指出正確同埋錯誤嘅祈禱嘅方法。佢話你哋祈禱嘅時候，唔好好似嗰啲假冒為善嘅人，
喜歡企喺會堂裏邊同埋十字路口祈禱，故意叫人睇到。我實在話俾你哋聽啊，佢哋已經得咗佢哋嘅賞賜啦。咁你禱告嘅時候，要進你嘅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嘅父，你父喺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咁當日嗰啲虔誠嘅所謂猶太人啊，一日禱告3次，即係上午9點、中午12點同埋下晝3點。如果嗰個時候啱啱喺街上，就會當眾跪落嚟大聲祈禱。有啲人甚至故意喺嗰個時候先至上街去，以便可以俾大堆嘅人可以睇到佢係一個誠心虔誠禱告嘅人。呢一種嘅祈禱啊，只有一個缺點，就係唔會得到上帝嘅垂聽，只係一種白費功夫嘅表現。但係上帝係喜歡人誠心嘅祈禱嘅，嗰啲進入佢嘅內屋出於真誠，願意傾心同上帝交談嘅人，上帝都唔會唔理嘅。人喺呢種嘅情形之下所奉獻嘅每一句祈禱，唔論係言辭上幾咁唔通順，人所流嘅眼淚，不論係幾咁隱秘，以及人所懷有渴慕上帝嘅每一個心願，無論係幾咁微弱，總有上帝嘅靈前嚟接應，上帝係唔會忽視嘅。耶穌唔贊成又長又臭，一味重複囉嗦嗰啲嘅祈禱。佢話你哋禱告唔好好似外邦人用好多重複嘅話，佢哋自以為咧話多咗啦就一定蒙垂聽。佢話你哋唔好效法佢哋，因為你哋冇祈求以先，你哋所需用嘅，你哋嘅天父早已經知道啦。咁假如有人嚟揾你幫忙，一味重複佢嗰啲話，根本連讓你開口嘅機會都冇，你會唔會覺得討厭呢？甚至覺得係一種侮辱。我哋如果以同樣嘅態度嚟對待上帝嘅話，我哋就等於侮辱佢。好多人一味背誦自己編出嚟嘅祈禱文，以為咧叩上帝嘅門，一味夠囉嗦就一定可以得到應允。耶穌話呢啲唔係應當有嘅表現，只有心裏邊具有誠意嘅祈禱，無論言辭上點樣簡單，都可以打開上帝應允嘅門。為咗要俾祈禱嘅人一個祈禱嘅好例子啊，佢就講咗個簡短嘅禱文。呢個記載喺馬太福音第6章第9到第13節。呢個例子啊叫做主禱文，自古以嚟啊都成為教會公共禮拜時常採用嘅。佢言辭簡單，但係內容包括好深奧嘅意思。佢嘅全文係咁樣嘅，佢話我哋在天上嘅父，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喺地上如同行喺天上。我哋日用嘅飲食今日賜俾我哋，免我哋嘅債如同我哋免咗人嘅債，不叫我哋遇見試探，救我哋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係你嘅，直到永遠。阿門。呢一個所謂主禱文啊，今日成為好多基督徒必須背誦嘅功課，能夠喺生活當中體驗實行其中嘅意義呢，更係一種福氣嚟嘅。耶穌歡迎我哋作為佢天家嘅一份子，佢嘅父親就係我哋嘅父親，我哋可以好似細佬哥咁樣嚟向父母求嘢一樣，向佢嚟祈禱。喺以上嘅祈禱文當中話，佢教訓我哋要先思想到上帝嘅聖潔，佢個國度同埋佢嘅旨意。我哋嘅祈禱唔係要上帝走落嚟就近我哋，而係將我哋拉上去就近佢。我哋唔係勉強上帝要改變佢嘅意思嚟滿足我哋自私嗰種嘅願望，乃係我哋要向佢表明甘心情願嘅順從佢既定嘅旨意。上帝嘅國度係咩呢？有次耶穌話，上帝嘅國就喺你哋心裏。凡係以上帝為尊嘅地方，就係佢嘅國度嘅所在地。當我哋成全佢嘅旨意嘅時候，我哋嘅心裏邊就有佢嘅國度存在喺裏邊。上帝喺我哋嘅心裏邊設立咗一個國度之後，將來亦要喺世界上建立一個榮耀嘅國度。我哋尊重上帝嘅旨意之後就可以提出人嘅要求。我哋可以求上帝賜俾我哋一日嘅糧食，呢個係包括屬靈同埋屬世嘅食物。耶穌本身就係我哋屬靈嘅糧食，
因為佢曾經講過，我就係從天上降落嚟嘅生命之糧。耶穌所講嘅嗰一篇模範嘅祈禱文啊，亦提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亦即係一件非常嚴肅嘅事情。我哋要上帝赦免我哋就必須有赦免對唔住我哋嘅人嗰種嘅心。如果我哋絕對唔肯饒恕別人嘅過失，就等於求上帝亦不必饒恕我哋嘅過失，因為我哋根本就唔明白饒恕係乜嘢。有人話我可以饒恕佢，但係我絕不能忘記佢對我唔住嘅地方，咁樣亦等於叫上帝唔好忘記我哋一切嘅過犯。我哋越認識上帝嘅聖潔，就越能夠睇出自己嗰種嘅缺點。我哋懇求上帝嘅旨意喺我哋嘅身上成全，就係承認自己冇能力可以抵抗試探，以及存喺心裏邊嗰種嘅邪惡。我哋應當日夜嘅呼求上帝拯救我哋，可以脫離嗰位惡者。耶穌啊，談論到呢個祈禱文嘅道理之後啊，又提到禁食嘅問題。佢話：你哋禁食嘅時候，唔好似嗰啲假冒為善嘅人，面上帶住愁容，因為佢哋將面搞到難睇，故意叫人睇出佢哋係禁食嘅。我實在話俾你哋聽，佢哋已經得咗佢哋嘅賞賜啦。佢話你禁食嘅時候咧，要梳頭洗面，唔好叫人睇出你嘅禁食嚟。只要你暗中嘅父睇見，你嘅父喺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禁食嘅目的係咩呢？原來就係要轉移人對飲食嘅注意力，好專心同上帝溝通。人喺禁食嘅時候，頭腦比較清醒，就比較容易明白上帝嘅旨意。但係喺耶穌嗰種嘅日子啊，猶太人認為禁食咧可以帶嚟功德，而且係一個向人表明自己係一個敬虔人嘅最好嘅機會。於是佢哋每逢喺星期一同埋星期四嚟禁食，呢兩日啊，亦係當時擺墟嘅日子。嗰個時候街上啊擠滿咗各種嘅人，凡係想喺人嘅面前裝得聖潔嘅人啊，就趁機會將頭髮搞亂佢，披頭散髮，身上穿住嗰啲摺皺咗嘅衣服，面上塗上白粉，表明呢面色蒼白，而且呢故意露出一種憂鬱嘅神色，喺擁擠嘅市場上邊到處走嚟走去，令人睇見佢喺度禁食啦咁。呢啲啊就好似馬戲班嗰啲小丑嘅動作，簡直係誤表咗上帝嘅宗教。喺上帝嘅真宗教裏邊冇憂鬱嘅事情。基督徒如果帶住悲哀憂鬱嗰種態度咧，似乎就係表露佢哋喺主裏面嘅生活係一個失望嘅，係一種悲哀嚟嘅。呢就等於誤表上帝嘅聖德。佢哋可能喺口頭上承認上帝係佢哋嘅天父，但係因為終日愁眉苦面，就等於向世人表露佢哋乃係冇天父喺度照顧嘅孤兒。耶穌話：你禁食嘅時候要梳頭洗面，你哋就表明真宗教係一種快樂嘅宗教，不必故意裝成嚴肅悲哀嗰種嘅樣子，先至係正經嘅。真正嘅敬虔唔係喺外表上嗰種冷酷無情嗰種嘅裝作，乃係出於內心當中有種快樂同平安嗰種感受而自然流露出嚟嘅。耶穌向當日嘅人同我哋今日嘅人指明凡係跟從佢嘅都要以天國為先，冇任何嘅事情可以取代佢嘅地位。佢叫人以一種正確嘅態度嚟處理今生嘅錢財。佢話唔好為自己積攢財寶喺地上，地上有蟲嚟咬，能夠銹壞，亦有賊會挖窿嚟偷。只要積攢財寶喺天上，天上冇蟲嚟咬，亦冇賊挖窿嚟偷，因為你嘅財寶喺邊度，你嘅心亦喺邊度。俗世嘅財寶佔據咗好多人嘅時間同埋精力。耶穌指引人要注意一種更崇高更美好嘅事物，就係將財寶積喺天上。能夠帶到天上去嘅唯一嘅財寶就係得救嘅生靈。凡係從事引人歸主嘅人就係積咗呢啲財寶喺天上，佢就係最富有嘅人。耶穌不但向嗰啲擁有俗世嘅財寶，而且為財寶嘅束縛而提出警戒，佢亦向窮人指出佢哋可能亦有嘅危險，即係佢哋可能會過於關心俗世嘅財物，過於掛慮所需要嘅嘢，
呢啲嘅掛慮亦會成為佢哋生活當中嘅一種嘅禍害嚟嘅，亦會分散佢哋進入天國嘅決心。故此佢對呢一種人啊，亦有一種勸勉。佢話：所以我話俾你哋聽，唔好為生命憂慮，食乜嘢喝乜嘢啊，為身體憂慮，着乜嘢。佢話：你哋睇下天上嘅飛鳥，亦不種也不收啊，亦唔積蓄喺倉裏，你哋嘅天父尚且養活佢，你哋唔比飛鳥貴重得多嗎？咁接住佢又提出人對物質所應當保持嘅關係。佢話：你哋要先求佢嘅國同埋佢嘅義，呢啲嘢都會加俾你哋啦。耶穌叫人絕對唔好因憂慮俗世嘅事物嚟干預以天國為首嗰種嘅決心。人冇錯需要飢渴嘅滿足，需要飲食，但係不必終日單為爭取呢啲嘢作為人生唯一嘅目標，不必做金錢嘅奴隸，不必為生活嘅必需品而終日患得患失，而係以促進上帝嘅天國為人生嘅目標。咁樣啊，呢個人就一定有一種與眾不同嗰種快樂嘅人生。根據耶穌嘅講法啊，進入天國嘅道路咧唔係容易嘅。佢話：你哋要進窄門，因為到滅亡嘅嗰個門係寬嘅，路係大嘅，進去嘅人亦多；引到永生嗰個門係窄嘅，路係細嘅，進去嘅人亦少。咁引到永生嘅道路似乎係崎嶇不平，又窄又小。佢嘅意思就係人如果孭滿咗罪惡嘅包袱習慣，就一定不能夠通過。佢如果唔撇下呢啲所有嘅重擔啊，就必定連人都被留喺後面。凡係行咁樣路嘅人啊，必須要有犧牲，就係要將一切不能夠帶入天國去嘅嘢，都要將佢完全丟棄。相反嘅，引到滅亡嘅路啊，就好似高速公路一樣，寬闊到可以用大卡車載滿各種壞習慣同埋罪惡嘅事物。嗰個係一條又平坦又向下坡走嘅路，可以用高速嚟行駛。故此有成千上萬嘅人啊，喺呢條路上行走，係因為佢又容易揾到，沿途又有各種刺激令人麻醉嘅快樂。但係呢條高速嘅公路啊，到頭嚟只帶嚟人嘅樂極生悲，而唔係真正嘅快樂。因為佢最終係引人走到滅亡嘅地步。永生嘅路表面睇起來係非常困難嘅，但係至終會帶俾人滿足嘅福樂。佢哋可能被人拒絕、譏笑，喺烈日之下跋涉前進，但係喺呢個精疲力盡之中嚟掙扎向前，一定會得到一種新嚟嘅滿足。到處又有生命嘅水可以生津止渴。嗰個遙遠嘅山頂睇起嚟似乎要經過重重嘅艱辛先至可以達到，但係喺嗰度有生命嘅冠冕賜俾一切到達嘅人。人越行近嗰個地方，就越睇見佢嗰種嘅光輝燦爛，而且仲有教主耶穌與人同行，一路俾人安慰鼓勵提攜同埋愛護，直到人抵達佢嘅目的地為止。親愛嘅朋友，你係唔係曾經為天國動過心呢？耶穌嘅真理係咪曾經吸引過你呢？你係咪曾經立志過要跟從佢呢？如果你仲未曾有呢一種嘅心意嘅話，你仲要等到幾時呢？讓我哋一同祈禱。親愛嘅天父上帝，感謝你藉住耶穌嘅教訓，使我哋能夠瞻見榮耀天國嘅榮美，使我哋能夠明白喺呢個無病百出、行將滅亡嘅世界當中，能夠有機會把握一種能夠留到永遠嘅事物。我哋感謝你，因為耶穌俾我哋留落咗好多做人快樂成功嘅道理。求你使我哋能夠打開心門，多多嘅思考耶穌嘅教訓，使我哋能夠過一種以天國為首嘅生活，以促進天國嘅實現作為我哋人生首要嘅目標，使到我哋至終亦能夠享受呢個天國永生嘅福樂。奉靠教主嘅名求，阿們。